家人在地前来看婚林馆，农历的过年办活动，特别邀请到美泉龙队的教练张泰山来做观光大赛，要邀请大家今年的过年到婚林来佚佗，欣赏到婚林山海线的美景。 由美泉龙教育队带来表演，替婚林馆迎新春的活动开铺，为着民众在过年来婚林爽。在2月7日到6月30，民众若是消费满500，得当参加特殊的电动车抽奖。那最重要呢，来到云林县消费到我们的观光工厂我们呢寄出了特斯拉让大家摸彩在这摆新春活动，婚林馆政府嘛特别邀请到美泉龙教练、森林王子张泰山担任这摆观光大赛。张泰山讲，透过球队长期在婚林训练，家己嘛熟悉在地好山好水，希望借由担任观光大赛，邀请更多人来到婚林爽。云林就好像是我第2个家，因为它有好多美的地方。婚林馆政府嘛规划山海线观光旅游路线，邀请民众同齐报名参加。 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